来出面隔壁节目。今仔日足荣幸，咱来专访咱彰化县的永靖乡长魏锡伟，魏锡伟吼，魏寿伟吼，这名叫好，魏寿伟。较歹写啦，较歹写。即要开始以前咱的大家关心的电影吼，即个拜六6月13号下晡2点到4点放出台足期待足久的这《迷魂记》吼。较早真早做少年可能毋知影，阮当时足爱看这个戏曲考课，或者叫做紧张吼，或者仙女大师仙女大师，兄弟应该是我知影。在的电影啊，电影啊，即个演员嘛足出名啊，这演员做戏曲考课吼，戏曲考课是导演，演员是 James Stewart 史都华。爱查某金露华拢足出名吼，即阵来做吼大概13拜六下晡2点，欢迎各位来参观吼，来参加来欣赏吼。今仔要来欢迎咱永靖乡长吼，魏乡长吼。讲永靖来足奇怪咯，永靖即2字吼，你咧念到无共款，你去念一遍永靖。我听吼，拢讲永靖，永靖。永靖机啊变练，园林探永靖。是啊，一永靖我的印象足深，我定会去，不过有一摆去是经过做啥物古厝或者啥物厝。哦，咱的山渔馆。鱼山馆。鱼山馆。咱伫中山路的路边吼，有一个鱼山馆，足出名吼。伊敢姓魏毋是无？鱼山馆是姓陈。陈啦吼，但我有去，但是顶摆有咧讲这问题，相对讨论吼。因为后壁有一个石牌吼。时阵日本1895年日本派来征服台湾，迄什么军卫什么师吼，伊伫遐休困。对。1895年日本人为国人伊拍到。咱即个中部的孙有伫遐休困，日本人足功夫咧，敢伫遐休困，你毋捌看迄排哦？是头前迄个蛤蟆树仔骹，伊徛伫树仔骹的，我毋知影，我感觉。伊有一个湖嘛吼，有一个水的边啊。伊个石牌是日本人做的，是讲迄个军卫什么吼，迄个昔日台南迄个啦吼，迄个伊伫遐休困咯吼。伊个小台啊，伊破病嘛，昔日台湾，迄个石牌，所以当时讲日本台迄个真出名，所以伊个司令吼，来到恁永靖踮咧休困，可能休困足久，可能是破病咧养病啊，就甲做一个石牌起石牌大概长期拢甲藏起来，看国民党时代较无爱踮咧请影嘛，即摆当然自由吼。我有去看，我嘛毋知影有迄代志。我知影讲日本咧规做禁卫什么书吼。日本来占台湾的司令吼，是伫咱台南吼。嘛有人讲伫咱北国山吊伤吼。总是来台湾就咧破病，台湾水好不好？永靖表示讲真早吼。伫清朝吼，清朝末年，清朝占台是1895年，当时就是一个大所在。鱼山馆你知影嘛？我知。你小可介绍讲鱼山馆是伊的背景是啥物好？伊遐真久了嘛。好，这个鱼山馆啊吼，就是咱永靖吼的古迹啊吼的地标，伊是伫咱永靖中山路一段451巷里内底。所以这个鱼山馆吼，伊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建筑啦吼。当其时啊吼，咱有一个单架的大户啊吼，伊嘛是有着过当时可能是举人啊是秀才啦吼，了后来起即间迄个鱼山馆。应该是地主啦。我也是地主啦吼。对。地主都有人起啦吼。对，地主啊吼，起即个鱼山馆。所以吼，这个鱼山馆
都有一个古迹啊，吼，啊，就较保留落来安尼。啊，我知影讲因姓陈遮吼，嘛出一寡优秀的人才啦。啊，都包括我有去屏东吼，啊，看着讲咱的屏东客运吼，屏东嘿，屏东客运嘛是咱永靖人来经营的。即马是，即马吼，嘿，即马嘛还阁是，啊，所以当其时啊吼，有咱永靖第1届、第2届的乡长姓陈，叫做陈作忠，就是因对遗产馆内底出来安尼。陈啥物啊？陈作忠。陈作忠吼，嘿，对对出来吼。嘿，啊，对内底出来，啊来担任咧咱永靖乡的第1届、第2届，那像第3届嘛是伊做的乡长，嘿。啊，而且咱遗产馆啊吼，啊嘛是一个地标，啊嘛真好佚佗。啊，咱迄个一寡影片啦吼，啊电影像迄个茶金啦吼，啊甲一寡电影拢有伫遮来取景来遮拍安尼。顶届我会记伫台北有是啥物场合，我真想袂起。哦，有遗产馆吼。有人咧讲起这代志了，伊讲。中华那县长咧选举，拢讲要遗产馆要收啦，安怎？啊，结果几啊年的县长，到即马嘛，迄是应该是县政府的代志，还是文化部的代志？迄是古迹是古镇，还是县县的，还是国家的？伊安尼已经是属于国家古迹啦。古迹应该是无。参观的时阵，啊内底有一个陈翁仔某出来，咧讲因咧讲啊，着这油漆啊，伫要害咯，木材伫要害咯，咁无咧整理。啊，拄啊，即摆伫台北有一个人吼，伊咧研究，逐个研究做关心这古迹的问题。伊咧讲，中华县政府拢逐摆县长咧选举，拢讲啊了，拢无采迄款古迹等伫遐有咧整理啦，吼。哦，啊，这甲乡无啥关系，乡长，恁乡公所无啥关系嘛？因为这吼是属于咱的文化局，啊，甲咱的文化部，中央的文化部来才有这个规划，啊，甲这个资金嘛，吼来管理这。啊，阮乡里是个提报的，吼，就是讲害，啊，阮一定是爱甲文化部来反映，啊，文化部才对中央看有法度。摕到给应急工程的经费，或者是整修的经费来做这项代志，啊，所以咱嘛摕过来改啊啦。你做乡长做偌久了？我做乡长已经做特别4年啊。4年啊，所以你有提报过？捌甲咱的当时的咱的立法委员陈素法啊吼，捌甲提报过，啊嘛捌甲县府提报过。你是乡公所提报县府？对。啊，县府应该伊爱负责去中央去争取。对。啊，点仔数来遮做节目，我有咧甲伊讨论代志，但是因为伊要选县长，代志足多，所以我提起呢，所以你今日拄仔来啊。哦，因为我是感觉讲这历史古迹足有意义吼，特别迄个所在，日本其实迄个虽然是日本天皇的小弟啦，小弟。日本天皇的小弟哦。嘿啊，迄个是日本人，伊甲因兄哥唱反调，所以段时间吼足不得志，不。到尾因兄哥就是明治天皇派伊带兵来台湾接收啦。啊，伊无想到讲台湾人反抗啊，足厉害，啊，搁台湾水土、水气候，搁蚊啊、马拉利亚即大堆问题。啊，落尾有诶讲是钓伤，有诶讲炮伤，有诶讲互台湾人去拄着还是安怎，总是死伫台湾。迄个石牌，伊单声出来去看。啊，伊咧甲报讲，迄查你看，油漆安怎，若愈来愈拖愈久愈歹吼。啊，所以你这问题你有啥物想法？因为我捌甲咱立委啊，甲县府这边提报吼，啊，那像咱立委这边有伫文化部也争取到咱的规划费用，那像300几万啊，我嘛看到有来咧规划，但是规划煞要来修复古迹这个部分。规划费用300几，敢有落来？有。啊，交谁处理？啊，这个规划费用我先经吼，因为这是咱迄个县府甲中央来处理的，我去
参观的时阵，我有看到因有派人来伫遐咧测量吼，伫遐古迹咧参访，伫遐有带烟机起来，咧对遐色彩吼，对遐就。那是当时的代志。这差不多是10年前的代志。10年前的代志。这应该是我较前去看了以后的代志啦吼。阮就甲讲，阮会斗讲啊，但是我毋知影讲有，我拍下去。是的，我毋知这代志，所以有咧测量，测量了，伊迄测量，我嘛毋知影迄个300几万是交上处理，是讲外口的公司标去。因拢是设计公司。设计公司标去啦。因为设计公司，我有小可甲问一下吼，因为迄时阵就是有带人去参观这个遗产馆，拄好因伫遐咧测量，伫遐规划，嘛有带烟机安尼啦。当初时我嘛有甲建议讲，因为咱遐带伫中山路边吼，是毋是会用对咱的靠啊遮来设置一个咱的停车场吼，互人来参访。方便游览车辆进出，过来就是讲来设一个迄个游客中心吼，小型的旅客游客中心，是搁起一个咱的厕所，互人方便来遐，安尼才有一个迄个叫做人咧参访的基本配备安尼啦。当然，咱永靖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游览的所在，佮有历史的即个。其实后壁咧石碑啊，厝啊一寡草落啥草丛的，都会当伫遐讲故事嘛吼。日本兵拍到遐，日本人拍台湾是足艰苦。主要台湾马拉利亚啦，气候水也袂使互白啉啦。热啦吼，日本人是。因遐天气较冷嘛，台湾是亚热带较热吼，冰啊袂怪是，所以台湾死足侪冰啊，比伫中国咧烧台佫死较侪。这会当伫遐讲古吼，真好。所以乡长有做4年吼，你这4年应该做袂少代，我看你这报告内底有写做。好，我这有报告吼。你是毋是甲咱听众朋友，大部分拢中华人啦，听众朋友，小介绍，欢迎大家会去。引荐吼，去遐参观去甲了解吼。乡长你讲，我简单有一寡努力吼，做看觅。你做甲以前的乡长有啥无共款？感谢讲吼，乡亲互我这个机会来担任永靖乡长吼。我是伫担任永靖乡长的时阵，我着做2届的乡民代表。当初的时阵，我嘛是捌经由学习啦吼，经由咱的王金珠馆长，甲咱的立法委员陈淑法啦吼，来做伊的义务助理，来学习，才慢慢搁来选乡民代表，来当选乡民代表，对地方吼，来学习讲地方的需求。所以，阮永靖吼，东西很狭长吼，咱永靖虽然有一个迄个火车头吼，咱的火车站，但是早期的时阵，一落车吼，拢总无接驳工具，完全无，所以也无公车，也无客停车，铁马吼，嘛是别人的，奥多麦嘛别人的吼，所以要来到永靖吼，国行的吼，经由咱永庆路，差不多交通足无方便，才要行40分钟至1点钟，所以我上任了后吼，我就是来致力。争取到咱一台幸福巴士吼，因为咱偏乡嘛吼，这个幸福巴士对咱火车头直直开到上西边吼，咱的德亚卡吼，德主庄，嘿啊，德亚卡吼，这一路吼有经过咱的16个村啦吼，伫路边吼，咱经过着永兴路甲。过来，甲咱西边这边就是行永福路，甲德亚卡，拢总吼有经过16个村，咱沿路拢有设这个停靠站。详设的，公所设的。这只车就是经由咱的立法委员陈淑法去咱的中央吼，交通部甲咱的监理站来争取的。目主是吼，是咱来搭乘都是免费的吼。
免费也有吗？有，抑阁有。啊，你费用咧，像油钱、司机的钱、维护的钱。咱每一年吼，因为拢会编咧预算，嘿，对编咧预算。车是因提供，嘿，伊提供的，但是伊嘛补助，咱嘛爱加减编这预算来到手工，嘿啊。这足重要吼。足重要吼。所以车头是倒一条？车头是伫九份路入去遐吼，是咱的永靖的上东边啦吼。永庆路啊。对，最东边。而且也无路通西边啊嘛，弯来弯去，弯来弯去。嘿，对，因为咱永靖吼，东边西边是离足远的安尼啦。所以即代迄个这幸福巴士开落了后吼，规个拢有甲咱永靖咱即个不便啦吼，交通的不便来做一个串联。伊安东到西爱驶偌久？一抓差不多是半点钟左右啦。无偌久啦。袂啦。去搁再倒转来。对，去搁再倒转来，但是转来吼，有改一个方向啊吼。对咱的开明路过，再搁接蒋管路，过成美园区才来，吼。安尼才有法度做一个接驳，吼。伊遐一个行李园区遐有一个观光景点安尼，嘿，成美。伊拢咧一工会驶几逝？阮拢总是10个来回架次啦，就是讲5逝，来回安尼就是10逝。差1点钟久。就爱一班。差一班一台尔嘛。一台尔。一班一个所在嘛，差不多点外钟久一班尔。对，咱早时对地拉卡是6点就发车，一来直开N3，再开到咱的火车头。司机几个？司机咱目前是有2个。2个轮流就对。咱在地人嘛。对，拢在地人。嘿。车安尼几年咯？安尼是我第2年，安尼就是2年。也好势哦，车也好势哦。好势，还佫足新的，吼，嘿啊，也保养了嘛，真好。这吼。这交通足着，阮虽然是庄脚，阮出门，阮是路边哦，但是无巴士。听有巴士的时阵，一工无几班嘛。所以阵阮若要从阮伫河尾边若要从读书吼，干若要开，巴士拢足晚才来，所以去学校拢定迟到。所以你遐若要读书是去园林嘛？对，读书吼。你坐火车？坐火车的人嘛真多。因为有个人坐火车就是讲，伊拢骑脚踏车啦吼，脚踏车也是奥多摆去驾离咱的迄个火车头附近吼，有一个善心人士伫遐用一块地方做机车的停车场，甲铁马的停车场安尼。你做乡长这4年，除了这个改善这个交通以外，也佫有足侪问题啊，教育、体育这吼，你甲乡长朋友相说好。我担任乡长了后吼，因为咱永靖是足欠缺一个图书馆啦，图书馆，这足重要，足重要吼。这个文化的基础啦吼。图书馆这间吼，对，这间图书馆是新的吗？新的，即摆咧起。也无起好，起甲已经即摆起甲3楼的自济阁已经好。设计图对，已经起甲3楼啊，自济阁拢总好。设计图啦。对，我甲迄个咱的听众朋友报告者，就是讲当初的时阵吼，咱经由咱立法委员陈楚我去甲中央的教育部争取着8500万。8500万。嘿，咱的本预算我做代表的时阵吼，编的着3500万。咱的彰化县政府补助1000万，拢总1亿3000万。但是经由8年吼，迄个做延档啦吼，无去着。但是我袂去想，钱无够，还是表袂出去。当初迄时阵吼，可能是5大管线加一寡迄个做工程吼，去伫咧着。所以我一上任了后来你问讲这是安怎？较早8年前的工课，即摆哪？所以你上任的时阵还无咧起。未起。钱是遐。未起。钱伫遐，但是还未起。对。下迄阵你上任的时阵发包未？
未，就是设计好咯。设计好，但是设计嘛有问题。所以我一上入了后，就拄着难关啊。这个就是一个难关。我甲阮的建设科问，讲这个图书馆是安怎8年无起起来？阮迄时阵安怎讲？我真正是错一条。伊讲报告乡长，我们没有做过3000万以上的工程，不会做，我怎会生气啊？地方毋捌做件大工的。对，所以足侪人毋知讲是安怎，会延宕遐久，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今日利用这个电台机会，甲大家说明一下。对。到尾我就是想到这个问题啊吼，咱嘛是不耻下问，所以我敲一通电话互咱立法委员陈楚华，我讲这个问题要安怎办？伊就是甲我引荐甲讲咱这个问题爱来找咱的公共工程委员会来甲咱斗协助，公共工程委员会来斗协助。所以公共工程委员会派人，咱甲资料拢总整理好，派人落来甲咱做修正，甲咱斗3工，经由27届的修正开会啊吼，终于发包出去了。是开始修改设计图。设计图本来想设计。我是咱前任的所长，做前任的迄个乡长的时阵设计。是委托啥物人设计？伊这个我嘛无了解，但是万尾遮咱设计吼，佫改过，所以足侪人吼讲，图书馆其实这个图书馆吼，甲以早迄个设计的图书馆拢总无共款。这土地是安怎？土地是较早是一个叫做老叶市，这是永靖乡的老叶市，对，槟榔的老叶市，对，老叶市。所以土地是无问题，无问题。咱乡公所的，对，是有做土地边是起的问题，毋是。咱本讲起厝是经费甲土地上。对。土地也有啊。当然，咱嘛爱感谢讲当初的时阵，咱起心动念，这个首长历任的乡长斗3工，包括讲咱的立委陈楚华斗3工。但是事实我接任的时阵抑佫未完成就是连这迄个计划要发包就无完成，所以经由1年的时间来做修改才甲这个代志完成，到第2年才发包出去。什么人包去？我地人来包吗？嘛是咱做隔壁乡镇来包去的。咱中华县优良厂商来包去。迄嘛4-5间流标无来标，才标出，原来是困难重重啦。你预算当时会当完工？因当时明年的6月进前就会当启用啦。6月啊？对。我甲永靖是上悬的学校是永靖高工，高工的伊一都是伊伫倒一个高工。永靖的高工就是伫永坡路，永坡路离咱的公所嘛无远。遮。伫永和路。永坡路。我有去永坡路，永靖高工永坡路。这个图书馆是倒位？这个图书馆伫永城路甲开明路的中央。离开这个高工有偌远无远，差不多离700-800公尺。边仔佫有学校无？边仔佫有一个国中。是叫做永靖国中。永靖国中，咱国中才1间尔，永靖国中。国小咧？国小5间。拢分散啦对，国小就是爱分散伫各地嘛咱有永靖国小伫地处于迄个做咱的中央嘛永靖国小、永兴国小，甲咱的这边面就是咱的德兴国小、佮福兴国小，佮一个福德国小。拢总5个国小，所以这图书馆其实足重要，足重要。除了讲借册看者以外，嘛是
集会一个所在，内底应该有会议室吧？有，咱嘛有嘛，这活动会议室本身就会当伫遐，咱乡的重要会议啦，民众大会啦，像表演啊，拢会当用嘛。图书馆本身就是多功能的嘛。对对对。你内底除了借册以外，还有啥物？有咧长。有一个迄个小型的会议室啊，吼，嘿，会议室就是讲后盖啊，阵来讲一项开会啦，也是咱的嘿，小可迄个小型的展览嘛，吼，咱拢会用来。会议室会当坐几个人？会议室哦，是100个还是几十个？伊应当是超过100人左右啦。哇，迄算大咧。哦，100人左右。啊，无演艺厅啦，无啦。无，因为伊这是图书馆，吼，图书馆是属于教育部的，吼，所以教育普通就讲有一个礼堂吼，对，包括办演讲啊，办像带入种演讲比赛啦，啥啊是讲啥物有咧用无？演讲比赛吼，咱图书馆啊吼，准来讲未来有起起来吼，可能咱会用来遐来试办，也是对户外，因为外口还佫有一个场地，咱拢会知。即摆吼要甲大家介绍就是讲，阮永靖的乡公所啊吼，大楼，即摆有一个3楼的大礼堂，吼，迄样容纳170个，我已经甲整理起来。最近才甲整理起来，因为搭配着咱去中央申请着一支外挂式的电梯，伫6月17就要甲它启用啦。除了这以外，你这几年还佫有啥物？我你工作足侪，看有啥物会当甲咱听种朋友介绍吼。嘿，咱嘛有一个较特别的吼，咱就是有一个迄个王厝吼，王老先生伫应灵宫管理委员会甲咱捐献着一块433平的土地啊，吼，互咱有法度去争取到2亿外来起这个卫福大楼卫生福利大楼。那是上，那是县府的，还是中央的配合政策，嘿啊，个一乡一特色的吼，一乡一卫福的。卫福大楼是要公所管，还是中央直接？咱的县府的卫生局管的。虽然算县府的财产了。对。设伫恁遐啦。设伫咱遐，就是有咱即块地433平，互咱的应灵宫啊吼，代表人就是王老先生甲咱捐出来，咱才有法度争取到2亿外来去即个6楼吼900平的卫福大楼。内底是个创呀。内底就是1、2楼就是卫生所，3楼托婴中心。4楼就是我们的长辈日照中心吼，5楼就是咱的长辈健身房，6楼就是咱甲咱捐的吼，甲咱捐的迄个做地方啊吼，活动中心，甲咱捐出来迄就是永北村，所以要来做永北村的活动中心，拢总6楼，6楼内底有900平的空间，对咱的幼婴啊，甲咱的长辈拢照顾会到的一栋大楼。所以就主要对地方建设，应该即几项也做起来，包括图书馆做起来，咱的个依山馆也管，个处理者，咱永靖应该会发展啦吼。咱时间也差不多，咱小休困者吼。小等下，我若想要了讲，做者乡长了解即摆咱县长的选举，因为小月仔较早。你也不该共同工作。对，伊嘛是永靖的。咱小等来甲听众朋友报告这代志，来休困者，来进广告小来进行一个关爱广播电台厝边级别节目。咱今仔来贵宾是永靖乡的乡长中华县永靖乡的乡长，你是第一届嘛吼？对，我第一届。做个民意代表，做个乡民代表啦吼。当然，你也甲即摆中华县选举大家足关心嘛吼。数月啦，但数月就甲你较早捌伫遐做助理过啦吼。你感觉即摆咱数月伫咱，阮是较了解北部啦吼，南部你感觉安怎？即摆选举？咱中华这边吼，数月是一个吼真淳朴吼，佫真认真的咱的立法委员甲咱的迄个民意代表，伊对县议员甲咱立委也吼，对咱的南中华吼争取足侪建设
我来简单地讲，我是担任永靖乡长，敢若永靖，互伊斗相共的，遮个工课着足济，包括讲咱迄个排水吼，咱永靖有一个东沟排水吼，东沟，嘿，东沟排水吼，对铺船，对参尾经由铺船以外，再搁来甲咱的永靖这边吼的排水，伊敢若这段吼，就争取着一个5600万，搁一个3600万，甲遮个东沟排水拢治理好，这就是一项无简单的。以前遐敢会入水，会浸水啊袂？东边这边吼，较早就拢会有气卡，拢会入水，经由伊来甲整修了后，这边的排水系统就加足好。你甲灌溉有关的嘛，还是甲排水？因为伊这嘛有灌溉沟，但是伊上做东沟、西沟两条拢是对咱迄个中央山脉经由咱二水电中，才排位咱永靖甲迄边的西沟就对参尾出去，才排位海去所以这是足重要的排水的设施，维护着咱民众的财产安全足需要的。所以经由入去甲咱斗清楚甲这个安全的迄个排水系统维护甲咱做甲真好。所以阮永靖的乡亲嘛，足感谢咱所有入去对地方的帮衬甲建设。毋若遮尔，包括讲咱大型的硬体建设包括咱的通学步道啦，小朋友咱的5间国小的PU 跑道啦会整建，厕所整建甲一寡迄个咱的路面国土署甲咱争取一寡路面的改善甲咱路面甲争取的迄个金额就是算亿的。所以伊咧选入去时足顺利嘛离咱南中华伊的知名度足好，伊服务嘛足亲切，伊过来迄个人足力，对人佫当足亲切，所以事必躬亲。有当时咱的民众嘛是直接拢有法度甲立法委员对着话安尼。即摆咱北党提名是恁4位的伊选情即摆安怎目前看会出来？因为伊是地方企业啦伊是伫社头社头，因算讲伫咱本土行业，因嘛是真有名啦做伙伊妈妈做过乡长，因妈妈做过乡长所以伊会出来担任要来选咱的中华县长讲实在，我嘛小可有惊讶啦伊这算讲，咱讲的就是迄个做黑马啦样样都安尼出来安尼，但是对于咱迄个地方经营嘛是数法经营较深啦当然你社头嘛是数法对嘛选区，所以有重叠啦但是这就是爱大家拢做伙努力安尼啦。就说我伊调工将伊竞选部设伫中华中华区，伊中华区是县府的所在地但是伊的支持者拢伫南区啦，所以南区应该往哪有设吧？原年嘛是对讲佫设一个竞选总部，有哪有设？伊本基地就是伫原林，原林本来就是伊的迄个安尼40-50年迄个做服务处。文明区啦，文明区伊一个服务处嘛，伫遐设足久的啦伫这个服务处嘛，培育很多的优秀议员人才出来过来就是讲咱像伫永靖的部分，伊是伊的本命区，因为伊本身就住伫永靖嘛我嘛是受本身住永靖。永靖永靖人伊是原林人。伊是民间寄来永靖的民间寄来永靖。对，是永靖的身份。不是因先生本来是永靖人。永靖人，因先生就是我的同学啦。伊本来敢捌住永靖，伊过来了后，伊伫台北一段时间，伊转来伊就来住永靖。到尾做议员的时阵，住永靖还是住原林？伊做议员的时阵嘛住永靖，但是议员永靖甲原林甲大专是共区的。对啦，是讲伊的服务处设伫原林。伊的服务处设伫原林。是所以永靖人要找伊，就要走来原林啦。所以足勤的伊有当时服务伊就是会去甲每一个所在来做一个服务。
所以咱民进党的这乡长啊做了好吼，嘛会帮忙着民进党的县长候选人嘛吼。所以帮忙，就你来看，伫恁永靖来讲，伊的票应该足在吧？对，嘿啊，你拄仔咧讲，你做乡长4年，除了你当真侪活动拢是所外来去帮忙争取，啊，还有别项啊无？哦，这个有真侪项，因为包括文化啦吼，包括咱即马所谓甲咱争取一寡咱的农村的福利啦吼，包括咱一寡，因为永靖是以农立乡啦吼，所以咱农民吼一寡农保较早吼伫迄个落水溪边吼，大家拢去拔田，迄阵的农保的身份吼有受争议吼，有诶无法度农保的，咱立委嘛甲咱斗相共，甲遮个农民吼有法度甲因的迄个农保身份取得。所以，伫咱永靖一寡农民吼，嘛是拢足感谢咱的立法委员陈淑芬。就我阵咧选立委是讲青叶咧选县长，阮永靖较接去的是迄个叫做永靖高工嘛。对，永靖高工。我老师有熟悉。我会记遐有一个庙足大间啊，做啥物庙？因为永靖街有一间叫做永安宫。永安宫啊。嘿，外口看做有当办演讲伫遐咧办。哦，咧是搁另外一间，迄叫做关帝厅的甘霖宫是无？啥物宫啊？甘霖宫。当面哦。哦，甘霖宫，关帝厅是毋是？哦，我袂记，我知影，我较早办演讲伫遐办嘛。拢伫迄个说较快，较快哦。所以你若总伫永靖要办啥物大型的演讲，拢伫我伫高工的附近啊，头前一间庙，我头前一条路足快。安尼可能是伫甘霖宫啦，吼。甘霖宫，伊遐是属于伫关帝厅，路是毋是拄好对庙经过？是啊，对面是毋是有一个广场安尼？恁公所是啥物？阮公所是伫永西村、永西村，伫乌莲路230号。是恁公所是伫是一个永靖的中，还是伫中遐啦？中吼，你抄你伫遮，所以较遮中若有这个闹区较闹热的一道。对，较闹热的就是咱公所这区。哦，这中遐啦。对。是啊。所以你阵，你因为你做个代表，所以你做乡长以前，对咱乡的一寡代拢较清楚。有一寡人咧出来跳出来做乡镇长吼，其实伊无了解嘛吼。你做代表应该有咧注意，讲咱乡有啥物问题，啥物倒位所在欠缺，较有了解。所以你乡长会当做真顺利，甲做个代表是有关系嘛吼。对。你若做个议员，你去做县长，就继续处理啊，继续处理。所以说我要对中华县的县政应该嘛了解，做个议员嘛。对。即摆选举，恁迄边的情形安怎？咱所院吼，一骹步一骹印吼，来担任4届的立委啦吼。伊早搁担任议员，所以伊的服务是很扎实。所以吼，对阮南中华包括永靖我知吼，我甲你讲，每一个人对伊的认同度拢足悬，包括咱的厝边隔壁，甚至于有党啦吼。对方的党吼，嘛是对所外咱嘛是拢赞誉有加啦。所以即点吼，嘛是伊一骹步一骹印，伊的迄个南中华伊的优势。是啊，这民党嘛有人较动要选吼，多少会甲伊影响到啦吼。当然中华县长党的时间提名了吼，但是伊的竞争总部的成立了，这个还未成立啦。因甲通知着从伫中华市的设伫个啥物路啊？已经布置得要好了吼，所以
这个县长选甲乡长选举是同工嘛？你会继续选嘛？吼。我竞选连任。有人出来甲你争无？有，咱嘛有对手已经宣布要竞选，甲我竞选乡长。无共党的嘛？无共。哦，伊是啥物身份的？伊是啥物身份？伊是毛主席嘛，咱永靖乡的民意代表。民意代表，对乡的较清楚啦。对。这民主时代就是大家竞争啊，变是去做决定嘛。对。所以，阮当时咧推动即个民主化的中间吼，就希望讲国家的经费啦吼，关心爱下放搭土地啦吼。以前公所拄搭也无钱，也无官也无钱，啥物人事都足限制啦吼。所以你目前若要讲问题啦吼，然后有啥困难问题，嘛应该有啦。你感觉即个公所吼，乡特别乡佫比镇人佫少，恁永靖的人偌济？34000人。有啥物问题无？比如人口是增加是减少？因为即摆吼，大部分拢是人口减少啊吼，阮嘛是拢足烦恼，就是讲咱这是国安问题啊吼。阮嘛是拢希望讲，咱编的预算来不无小补来鼓励讲咱基金来生囡仔啦吼。所以阮对补助5000块，就甲提升到1万吼。吼，生育奖金搭配着咱的中华县政府，若生就1万块。1万块。吼。即摆生了以后，国家另外有互因钱。有。你公所哪有遐侪钱通补助？因为咱嘛是有咱的本预算啊吼，搁一寡公所一寡较早留落来的一寡经费，但是就是爱代表会同意，搁来咱的审计室，我都所以来照讲，你永靖乡无欠债，无负债。无负债。这无简单，咱中华县就以前就周清河顺是无负债，到尾后壁就一直负债。即摆我毋知影，即摆中华县政府有没有负债，负多少钱，我毋知影吼。迄阵阮拢主张讲，向地方的首长吼，袂使将债务留后，袂使伫照时来开啦。所以你你这几年对拢无透支啦。无透支，但是咱拢会希望讲花钱花在刀口上。对。所以咱嘛爱对中央争取着经费，咱家己嘛爱自筹款啦吼。所以较可惜就是讲有一半项大型的建设啦吼，因为理念的无共吼，咱代表会这边吼甲咱删除预算，像咱的有一个咱叫做生命园区啦，咱叫做殡仪馆，是一个足好的所在。但是咱就是第2期吼，爱起这个冰库，爱起这个家属休息室啦吼，这有变的8000万啦吼，去互咱的代表会。删除预算，7900万，剩100万，所以无法度起第2期啊。因个反对人现在无互恁起。伊讲其实吼，因都是反对的理由吼，实在是讲起来嘛，感觉一种迄个做，伊讲无爱互对迄区啊吼，起迄对。讲的迄个做魔神仔的真济啦，我感觉吼，讲这迄个道理有当时啊，咱嘛听袂落。但是生命园区本来就是真侪，真侪国家吼，迄种文化部是整理足真侪，对公园共款吓。系啊。迄种公园共款，毋是恐怖的所在啊。即摆拢有咧整理嘛。对。遐敢无纳骨塔？有肋骨塔吼，咱迄边吼，即个生命园区吼，要所在吼，是咱南中华上标准的，占地17甲吼，林路吼，咱有四面八方拢林路，有咱的长寿巷啦吼，咱的松村巷、9分路吼，5万巷永裕路拢总会通去。因有反侪土地，迄土地是古早留落。留落，迄就是墓地。咱有做示范公墓，所以有17甲。
啊，而遐咱嘛阁有设一个棒球场伫遐，共一个所在。啊，所以这是一个足好的生命园区的所在，因为伊离学校超过500公尺，离迄个水源地超过500公尺，离食品制造地超过500公尺，这是上标准的所在。伊当时佫有删掉，旧年还是2年啊，阮连续我佫甲编2年嘛，是佫拢总互删掉。啊是有甲你的对手还是啥物？对手，所以无出事要甲咱竞选的对手。啊，我是希望讲，我伫遮呼吁，做代表的主席。对。啊，我是咧呼吁，就是讲，这为着乡亲好诶，吼。这也毋是有啥物政党立场，这是地方建设。对。啊，钱就便啊。对啊。敢有补助，中央补助。当初的时阵，头1年咱中央有补助，但是第2年的时阵变做中央无补助，但是咱嘛有法度，甲即个经费咱去甲找出来，啊，要互来，伊只要咱的监督单位啊，代表会同意，咱就用。你摆选举会讲这代志无？你即届的选举吼。应当咱啊民众甲咱问啊吼，咱就一定是爱甲事实的代志讲互民众听。啊，地方的富贵人敢会反对讲伫遐建设？袂呢。啊，袂伊要用啥理由去选？啊，就是头拄仔我讲的理由讲，伊会发动讲，互地方的人讲，莫起啊，讲起啊，无神啊会作罪啊，啊是个理由就是安尼。啊，伊地方的人若无反对，伊的理由敢讲会通？啊，就是因拢会去共讲，无起迄啊，伤危险，所以但是权利拢伫因的像代表会，伊家己剁掉就是剁掉，是毋是？是啊，这一寡建设吼，其实地方人啊，这甲政党甲咱讲无关系，应该是地方建设。咱地方的福利上重要啊，所以阮会继续努力。国外足侪网啊保护，拢整理啊足清气。对。啊嘛有路顶嘛，咱公园共款的，有当暗时散步嘛，感觉足，因为遐树啊足侪嘛，吼。对。啊，因为外国的足侪网啊保迄款。无法恐怖啦。袂啦，因拢整理到足水，包括讲咱永靖即个第1公墓，咱讲要起殡仪馆即个公墓啊吼，生命园区即个公墓，咱墓主席嘛整理到足水的。所以我即2天我嘛阁会甲即个影片啊吼，伫我的 FB 面顶铺出来，互大家来了解。所以希望讲乡长咱继续努力吼，看会当连任袂啦。系啊，我爱努力，系啊。讲迄个做互百姓了解说明讲你较常来阮电台讲，啊你迄甲恁遐人讲哦，你要上电台要讲这叫因来听，啊是来宣传来介绍。咱即摆办演讲会，因足侪人无爱听，即摆演讲会较无离事件，啊但较无闲讲要叫伊活来吼。有较困难，有定讲甲电视啊作变啊，讲叫伊来听演讲无，但是听了少，因若做工着若伫厝诶，还有然后你甲因讲，啊，阮电台但是要接受你诶采访，有机会再搁请咱乡长过来说明吼，迄个，阮会去请我议员吼来遮。甲讲着，大家关心咱中华县地方的建设，甲真侪问题啊。当然，我比较清楚是一间图书馆哦。图书馆应该你讲你的任是任内是到12个月吧？吼。对。你若顺利当选吼，明年你就会伫遐开幕了吼。图书馆我足爱。啊，我内底除了看册以外，当内底去开会啊，伫遐吼。有当做些音乐会啦、演讲会啦、做演讲比赛啦，啥足好吼。雨伞国人会用迄落继续努力去开设中央的代志吼。啊，既然有钱讲落来咯吼，看迄若无收入，我查，因为我点仔去看查，搁邮差啦，着搁。无邮差，若无邮差，木材袂当保护嘛。搁迄雨伞馆当然爱有人管理啦吼。
做做这历史性参观吼游客，应该是足好，所以安怎将咱永靖的较出名的所在介绍出来，游客较侪是足重要。咱今仔真欢喜，请咱的魏乡长、魏乡长，你的名佫魏守卫，魏守卫，即边读过嘛？对，倒头念嘛是魏守卫。来啊，过来广播电台出面隔壁来这个节目，多谢你啊！以将乡长吼连任当选连任吼，好多谢，听众朋友再见咯。好，谢谢杨院长，谢谢，感谢。